8月2號，成個香港娛樂圈嘅焦點，瞬間就從熱鬧嘅維港，一路飛奔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。個俾全港媒體跟足10年，俾無數人睇死，貼上女強男弱標籤，仲經歷過牢獄之災嘅 TVB 小生楊明，居然真係將身家過億嘅拿督千金莊思明娶返屋企。呢啲絕對唔係普通明星結婚，根本就係港圈一場大型集體遷徙。聽講前係從香港飛過去見證嘅藝人就足足有200位，馬國明、湯洛雯、薛家燕、張慧儀。呢個陣容，唔知情嘅人仲以為 TVB 將台慶直接搬咗去吉隆坡。不過先唔好急住撒花，呢場睇落圓滿嘅世紀婚禮背後，到底藏住幾多唔為人知嘅辛酸？個曾經俾全網鬧食軟飯唔靠譜嘅男人，究竟用咗乜嘢方法，令呢位豪門千金喺父親離世、男友入獄嘅雙重打擊之下，都實實捉住佢嘅手唔放？仲有婚禮上面豪送現金嘅家姐莊思敏，到底喺度諗緊乜？個俾點名一定要搶嘅花球，又會邊個接種？第一章，吉隆坡嘅星空下，一場蓄謀已久嘅團圓。8月2號嘅吉隆坡 JW 萬豪酒店，當莊思明住住身重公裙褂，頭戴鳳冠，頸度掛住沉甸甸嘅金豬牌，手度疊帶住幾對龍鳳燭出現喺敬茶現場嘅時候，我真係被震撼到。呢邊度係結婚，根本就係豪門底蘊嘅現場示範。新金光閃閃嘅行頭喺燈光下閃到眼都睇唔開，每一刻黃金都係咁無聲咁宣告：我呢次嫁得風光，亦都嫁得踏實。企喺佢身邊嘅楊明，一身黑金刺繡長衫，雖然唔及新娘子咁珠光寶氣，但眼神入面份篤定同溫柔係演唔出嚟嘅。兩個人跪喺長輩面前敬茶嘅一刻，莊思明突然就忍唔住，眼淚巴塔巴塔咁跌咗落嚟。佢喊住話，見到長輩們都齊齊聚埋一齊，好似終於完成咗佢哋多年來最期待嘅一件事。呢句說話聽起上嚟好簡單，但細細品之下，全部都係故事。大家都知莊思明嘅父親莊寶拿督，2023年已經永遠離開咗佢。老人家生前最大嘅心願就係睇住呢個唔太讓人放心嘅細女出嫁。而家婚禮喺父親長眠嘅呢片土地上面舉行，雖然詩人已逝，但呢份跨越生死嘅圓滿喺呢一刻終於補足咗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揀吉隆坡除咗係女方嘅家鄉，方便照顧行動不便嘅岳母，仲係楊明嘅一種表態。佢想話俾所有人知，我娶嘅唔單止係莊思明，仲係佢背後成個家族同根脈。晚宴嘅佈置更加係絕，藍紫色嘅星海主題，通道兩旁全部都係發光嘅星星裝置，舞台上面仲掛住兩人英文名嘅霓虹燈牌。呢邊度係婚禮，根本就係將偶像劇片場直接搬到現實。聽講現場仲專門設咗個自製香水嘅攤位，俾賓客自己調配專屬香薰做伴手禮。呢種細心嘅安排，浪漫又唔會顯得老套。睇嚟呢2年嘅沉澱，楊明真係將日子過得好通透。第二章，家姐嘅現金大禮同點名催婚，豪門都有煙火氣。呢場婚禮上面，除咗新人，最搶鏡嘅一定係新娘子嘅家姐莊思敏。作為一路睇住妹妹跌跌撞撞走過嚟嘅家姐，莊思敏今次真係火力全開。當記者圍上去問佢送咗乜大禮嘅時候，佢大手一揮，直接就話送現金。首飾雖然靚，但現金最實際，俾佢哋自己去買真正需要嘅嘢。呢句話一出，全場都笑晒。但笑完之後，你唔佩服呢位家姐嘅通透都唔得。喺呢個人人都愛送名牌、送珠寶撐場面嘅圈子入面，莊思敏呢招返璞歸真，既俾咗妹妹實實在在嘅支持，又巧妙咁避開咗怨婦嘅嫌疑。始終婚禮剛辦完之後返香港仲要搞派對，到處都要用錢，呢個時候送現金根本就係及時雨。更有意思嘅係拋花球嘅環節，莊思敏完全唔按套路出牌，佢直接拎住麥克鳳點名，唔止麥，
劉神之，仲有個喺配對節目入面屢次碰壁嘅關嘉敏，全部都俾佢叫到台前。特別係關嘉敏，一定要將呢份好運帶返香港。莊思敏呢句喊得大聲到隔籬幾圍都聽到。呢邊度係拋花球，根本就係官方催婚。不過呢種催婚入面藏住嘅，全部都係家人對妹妹同閨蜜嘅痛愛。莊思敏接受採訪嘅時候都話，唔會刻意催生，一切順其自然，只要妹妹開心就好。呢種口上面催婚，心入面幫你兜底嘅態度，先係豪門千金最真實嘅一面。佢哋唔需要靠聯姻去鞏固地位，先可以咁灑脫咁追求純粹嘅愛情。仲有薛家燕姐直接送咗個超級豪華嘅禮籃過嚟助興，呢啲細節都話俾我哋知。呢場婚禮雖然排場大，但人情味更加濃。佢唔係冷冰冰嘅商業聯姻，而係一場被愛包圍嘅家庭聚會。第3章，10年走過高低谷，由全網笑變全網捉。陣時嘅楊明同莊思明剛剛先因為愛回家擦出火花，一個係 TVB 力捧但情史豐富嘅浪子，一個係身家過億但性格單純嘅拿督千金。呢個組合一曝光，港媒嘅標題我睇到都面紅，軟飯王，豪門女倒貼，玩玩下咋。陣時嘅莊思明承受嘅壓力真係難以想象，佢甚至專門發長文，一句一句咁反駁，佢冇用過我一分錢，我哋去超市買嘢都係佢俾錢，照顧另一半本來就係男人嘅責任，但現實偏偏最中意開玩笑。2020年。楊明酒駕撞牆，人生瞬間跌入谷底。TVB 將佢雪藏，廣告要解約，全網一齊鬧，仲連累莊思明俾人鬧戀愛腦盲咗。最黑暗嘅時刻，楊明被判入獄18日。你哋估下莊思明喺度做乜？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段時間莊思明幾乎變咗法院同監獄嘅編外人員。佢仲請咗頂級律師團隊，住情侶裝，實實拖住楊明嘅手陪佢上庭。面對閃光燈嘅狂轟濫炸，佢半句怨言都冇，眼神堅定到好似塊石頭。楊明服刑嘅時候，佢更加係風雨無阻去探監。有人話佢傻，有人問佢到底圖啲乜？我諗只有莊思明自己先知道，佢圖嘅係個喺佢父親病重嘅時候，放低所有工作陪喺床前嘅男人。係個喺佢俾外界攻擊嘅時候，企喺佢身前擋住所有風雨嘅男人。係個雖然跌低過好多次，但每次都可以為咗佢重新企返起身嘅男人。2023年，莊爸爸離世，楊明以準女婿嘅身份跑前跑後處理後事，喺葬禮上面喊得比邊個都傷心。一刻，所有關於門不當戶不對嘅質疑，都係呢份沉甸甸嘅擔當面前碎到一地都係。由2016到2026，足足10年，佢哋終於將全網笑熬成咗全網捉，將一手爛牌打成咗王炸。呢邊度只係愛情，根本就係過命嘅交情。第4章，100萬婚紗背後嘅小安排同埋延遲嘅蜜月。雖然莊思明口上面話簡單搞下就得，但身體就好誠實。前係婚紗禮服就使咗超過100萬港幣。最勁嘅係佢住上咗 Jimmy Choo 親自主理嘅2026秋冬高定婚紗，成為全港第一位住呢款嘅女星。呢個牌面根本就係將獨一無二4個字刻咗喺額頭上面。而且為咗呢場婚禮，兩個人仲好似特種兵咁去影婚紗相。上海、香港、吉隆坡3地連續轉，仲專門跑去廣州拍 AI 創意短片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其實今年4月1號10周年紀念日嘅時候，佢哋就已經拍好咗呢輯相，但為咗保密，硬係話呢啲係人寵時尚攝影，連屋企隻狗都變咗擋箭牌。呢種明修棧道、暗度陳倉嘅小默契，唔係老夫老妻邊會諗得出？至於蜜月，兩個人就出奇咁清醒。楊明話：香港仲有好多朋友未請到，我哋返去要補辦派對。莊思明話：工作仲未做完，蜜月以後先去，
只要去韓國食頓好嘅，我就好開心。大家聽下，呢先係真正過日子嘅樣子。冇仲結完婚就消失3個月嘅任性，反而將身邊嘅人、手頭嘅事都安排得妥妥當當。呢種延遲滿足嘅能力喺浮躁嘅娛樂圈入面，簡直比鑽石仲要罕有。至於生仔，楊明嘅回答都好直男，但又好暖心。先生個仔，再生個女，等阿哥保護妹妹。莊思明喺隔籬即刻補刀，佢其實最想生女，只係口硬唔肯認。呢種口上面話順其自然，心入面早就有晒計劃嘅狀態，唔就係我哋普通人最向往嘅婚姻樣子咩？第5章200港星越洋見證，唔止係排場，仲係10年累積嘅人情。有人話呢次咁大陣仗，全靠莊家面子大。冇錯，霍震寰夫婦都親身到場，呢份人情確實係睇在已故莊寶拿督嘅份上。但更多嘅，其實係楊明同莊思明呢10年用真心換翻嚟嘅人情債。馬國明、湯樂文、張慧儀、范逸敏呢啲人，有的係楊明嘅同事，有的係莊思明嘅閨蜜，仲有的係一路睇住佢哋走過嚟嘅長輩。喺而家呢個塑料情誼周圍都係嘅圈子入面，可以令到大家放低手頭工作，花3日時間自費機票酒店，飛幾千公里嚟飲你杯喜酒，呢啲交情到底要有幾先夠鐵？黃建東做司儀，關嘉敏衝上去搶花球，薛家燕送大禮，呢邊度係婚禮，根本就係一場 TVB 嘅家庭聚會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本來指定咗20圍，結果上嚟嘅人實在太多，硬係加到25圍，最後現場坐咗差不多300人。呢種不得不加錯嘅煩惱，恐怕只有真正人緣好嘅人先會體會到。呢場婚禮，與其話係楊明娶咗莊思明，不如話係成個港圈一齊見證咗一個浪子回頭嘅奇蹟，見證咗一份患難見真情嘅堅守。喺呢個快餐愛情黨道嘅年代，我哋見慣咗明星閃婚閃離，見慣咗豪門恩怨嘅狗血劇情，但楊明同莊思明就用足足10年嘅青春，講咗一個最老土但又最動人嘅故事。呢個故事入面冇霸道總裁，冇灰姑娘嘅水晶鞋，只有2個普通人喺泥潭入面互相拉住對方，喺風雨入面實實擁抱住。楊明用10年嘅低谷同重生，證明咗自己配得上呢份愛。莊思明用10年嘅堅守同包容，證明豪門千金都可以有非你不可嘅倔強。8月2號嘅吉隆坡，星光閃閃，但最亮嘅嗰粒星，唔係 Jimmy Choo 嘅婚紗，唔係成身嘅金器，而係莊思明望住楊明嘅時候，眼神入面份終於等到你嘅安心。至於未來，邊個知呢？可能仲會有風浪，可能仲會有拗撬，但至少喺呢一刻，喺200位親友嘅祝福聲入面，喺完成咗父親遺願嘅眼淚入面，佢哋贏咗，贏返尊嚴，贏返愛情，亦都贏返嗰個曾經迷失咗嘅自己。呢啲大概就係愛情最好嘅樣子啦。